我们这边看到这个是百花的完成品，它就是顾名思义叫虾浆。那虾浆里面它有2个主食材，就是炒虾仁。像我们选用的就是比较大颗的炒虾仁，那它做起来它的弹性口感会比较好。那我们要增加它的一个粘性跟口感，如果单只有虾的话，可能会觉得比较单调。所以我们加了一些花枝，花枝它的甜味跟它的鲜甜味跟这个虾子去做综合。那它打起来后呢，它蒸热后，它会有一个红白的花纹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百花。所以在广泛的在这个中式、港式餐厅来说，有很多用百花做的料理。好，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，我们今天这个百花哦，要怎么样打成这个泥状哦？好，我们这个虾子水分一定要把它吸干，所以我们可以用餐巾纸。哦，是哦，对。可是一般我们在打那个肉啊的那个浆的时候，不是都还要再加水吗？那个是你要让它有汤汁，所以你也希望它有水，打水，然后还要让它膨胀。对啊。那有的是打水是让它吃的比较绵，那我们今天是要它的弹性，要弹性的话，它的脆度就比较重要，所以就不能有水分。我们事先都已经把这个虾的肠泥有没有？先把它取出来，然后吸干它的水分。好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差不多，你看。哇，好用心哦。把它切成丁，我们要保有它的口感，所以呢，不要切得太细。然后稍微切成丁状。可是我看你这个泥怎么感觉好像没有感觉到那个丁，是因为摔打的过程当中，它的组织会变化，它会变成组织会破坏，所以它就会产生它的筋性。所以摔打过后，它就会变成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完成品这样子。然后我们把它再稍微切一下。老师，像一般的话打这个百花，它一定就是虾跟花枝啊。如果用所谓的那种墨鱼啊，像国外不是比较多那种胖胖的那个墨鱼，那个可以吗？花枝它本身甜度比较高，那它的脆度也比较好，所以跟这个虾浆来说，它会比较搭。把它放进来。这个花枝，这个事先我有稍微把它切片。我们一样要把这个水分有没有要把它吸干。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一样把它先切，还要再切，也是像切小丁一样，切小丁一样。如果家里啊觉得说啊这样子切比较慢啊，或是比较不好切，可以用那个调理机，打几下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花椒也要剁一下，稍微剁一下。那你把它剁开来后，你在摔打的过程的时间也会降低，就不会那么的要打的那么的久。我们这样剁碎完后，我们把它加到我们的这个虾里面。比例的部分呢，差不多是虾是2，然后花枝是1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这个猪油是0.5。那我们这个猪油市场买回来是可以请他帮我们用搅的。那我们把它加进来，我们希望它口感比较细致一点点，吃起来不会有吃到那个肥油的感觉，所以我们就稍微把它剁一下。好。那这样就好了。那我们现在来做摔打的动作。好，我们一开始呢，小力，慢慢的摔。这时候猪油还没加进去。猪油一定要最后下，因为你下去，你猪油太早下，它有油脂就等于视同你加了水。做任何的馅料，油脂的部分都是最后才下。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可以用手这样子，先用抓的。第一个是把这个花枝跟这个虾把它抓均匀。虾子用的好，花枝用的好，你看现在不就是变成它有粘性出来？对啊，你根本都还没有摔就已经成团了哦。那你成团的时候，你慢慢这样子用虎口去收它的口，就像一个大虾丸一样。先小力的摔，是，然后慢慢把这个力道加重。做这个百花馅，如果说你在常温待太久，然后一直打，虾子容易变质哦，所以很容易坏掉。对，时间也是一个重点。那你一定要把这个功率时间把它算准来，否则东西本来新鲜的给你做到后面都不新鲜了。对，因为在摔打的过程里面，它一定会增加温度嘛，它有一些摩擦升温哦，是真的很耗体力的一个工作。看到它已经破开了，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调味。海鲜它本来就是在海里面的一个食材，所以虾子里面它本身就会有点咸，所以我们再加一点点盐巴去调一下它的鲜味，不用太多，少许就好了。然后胡椒粉增添它一点香气，也是有点去腥的一个功能。
胡椒粉可以多一点点没有关系。味道先让它吃进去，均匀和开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加入少许的蛋白。这个时候才加蛋白。你看加蛋白的话就比较散。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是加蛋白，或是说没有把水分吸干，就会像现在这个状况。没错，我自己做的就是这个状况。对，加蛋白可以让它滑一点，我们都用这个啦，老师做水饺的方式来做虾泥啦。对，就是要打水啊，然后要冲姜的那个什么汁啊。结果这个是完全都最好一滴水都不要有的。还有就是说肉类。像猪肉，它的组织纤维可以吸附水分，所以它能吃水。海鲜它没有那个纤维，所以它没办法吃水，所以你千万不能打水。越来越像老师原来打好的这个。对，这时候我们才能加这个。OK， 所以是加完蛋白之后哦，哈，一样再把它抓一抓。不过观众朋友不要以为说这么复杂就不做，其实是很简单，只是因为在这个我们在做的时候呢，因为要很详细的把一些步骤，好像有一点像解剖一样。对。你就会觉得说，怎么好像也很长？其实没有。老师用目视的话，到底要摔到什么程度才是真正比较完美、接近完美的这个？摔到什么程度？像我们现在这样子，我们和起来，它这样子不容易散开来，会有粘性，会有筋性，不会说摊掉。对，不会摊掉，不会先变糊掉这样子。就越来越立体了。对。接下来我们再加一点点的太白粉，增添它一些粘性，把这个多余的水分，它释放出来的水分把它集中。怎么样看它好了？就是到了不会掉下来。哇，特技。OK，到现在已经10秒了，都不会掉下来。确认好说我们这个虾泥它的筋性完全都释放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在最后加入少许的香油。香油只是增添它一点那个芝麻的香气。好，我们这个百花姜呢已经都打好了之后呢，我们赶快呢来看今天老师要呈现的这道蟹脚的这个料理。对，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松叶蟹钳。长得好可爱哦！对，它是日本的松叶蟹钳，那本身已经是熟的了。对，它也可以这样生吃。那我今天用这个百花来去酿它，然后用一个比较油炸的方式，然后油炸大家会觉得说比较油腻一点点，那我就搭配了一些我们现在桌面上看到的这些时蔬。我们有这个冰花菜，很特别，好特别哦！观众朋友有看到吗？它有一个像结晶这个雾状，那个不是水滴哦，它吃起来会有点咸咸的，那非常的好吃。我先把这个生菜把它切起来，不用太大。然后这个芝麻叶事先挑过了，我们把它放进来。这个冰菜我们等一下最后再放。然后我们这个生菜。我们把它切好后，我们先不要去动它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炸完这个蟹钳以后，我们再来去拌这个沙拉，然后我们来酿这个蟹钳。好，蟹钳可以看到它里面有水分，有水分，所以我们一样用餐巾纸把它稍微吸干一下水分。接下来我们要让它每一颗大小要一致，所以我就教大家怎么样让它大小一致。那百花的料理方式，不论你在做什么料理，在使用前一定还是再摔打了几下，把它的空气、把它弹性拍打出来。然后我们就用虎口的方式，我们先来挤这个虾。那这个蟹钳吸完水分了，把它拿出来，拍打一点太白粉，干的。那我们把这个蟹钳，把它这个百花拿起来，是放在手上，然后把它用压下去了。那包起来它会看成像这样子，会这样子不规则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规则，我们旁边就要用这个蛋白，手去抓一点蛋白，然后我们再给它再沾多一点的蛋白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沾这个面包粉，就很容易就裹上去了。对，很容易就裹上去了。然后我们可以拿一点点起来，给它压一下，让这个面包粉砍在这个蟹钳百花上面，对，然后可以做最后一次的那个塑形。在炸蟹钳的之前，我们要来做一个摆盘，所以我事先把这个优格酱已经先调好，这个是有点柳橙汁的一个优格酱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酱汁，我们先把它
画出来。是，你看它有点锯齿状。是，对，这是我们专门拿来画盘的。我们就这样子把它压下去。沙拉，我们把这酒醋膏淋下去，我们这个松露油，哦，好，真的是很顶级哦。那我加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叫做彩虹甜菜根，跟这个樱桃萝卜，然后再加上一点食用花。这些老师放在摆盘上呢是都可以吃的哦，你不要以为那个花是不能吃的哦，那个都是有机栽培，而且是真正可以吃的花哦。好，你看这个蟹钳，油温刚好上来的时候，我们给它放下去。差不多在160度的油温就可以了，不要太高的油温。我们挑一些小的冰菜来做一些摆盘。好，这蟹钳我们稍微让它翻面一下。好，我们转大火，把这个蟹钳把它油逼出来。好，差不多了，你看它都已经浮上来了。是，我们把锅子稍微把它高高举起一边，让它在一边的油多一点点，深一点。对，深一点，它炸的就更均匀，然后油温也会比较集中在一个点。当然，这个动作的话，在家里的话就是要非常的小心，因为如果你里面刚才的水分没有做好的话，没有把它吸干，就很容易喷到，你就会紧张，然后你就会放掉，然后就不小心就会烫到。好，我们两面都让它吸点油，然后翻面一下。摆盘我就是喜欢是让它这个交错，对，让它有点立体感，然后放上来，让它立体的一个呈现。哇，好漂亮哦！